大家好，我係潘姑娘。咁好多甩牙嘅朋友仔咧，一聽到要補骨咧就好驚。點解要補骨咧？係咪因為想多收我嘅錢咧？咁你哋就誤會醫生啦。補骨係完全係為咗你好噶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嚟講一講補骨嘅問題。咁首先我哋要知咩叫補骨咧？咁假設我要起一間屋，咁起屋之前咧係咪要打地基咧？咁地基打好咗之後咧，上邊啲屋咧先至夠穩陣嘅。咁其實咧植牙都係一樣噶。你要植牙嘅時候咧，發現地基流失咗，咁你就要先補骨，將個地基打好，你嘅種植牙種上去先至夠穩實。咁又有人會問，咁咩情況下使植骨咧？咁其實咧一開始缺牙嘅時候，你嘅骨頭咧就會慢慢萎縮，咁就要補骨啦。咁當然啦，你10到20年嘅話咧，咁骨頭都有機會縮得更加嚴重嘅，咁補嘅骨咧自然都會多啲。咁所以你有甩牙嘅問題咧，一定要及時治療修復，以免地基流失得太嚴重嘅話咧，會加大咗植牙嘅難度。咁到時候就唔單止使多錢啦，仲會要捱好多苦添。咁如果你有其他嘅牙齒問題，可以留言俾我，我會第一時間回覆你哋㗎。